福州丹市7个专门执行确诊者接送任务的救护车队，到时出勤的队员都要全副武装，连救护车内嘛包上一层塑胶膜，避免到时车顶坐器材歹消毒。规气将膜先包好，伫任务结束才拆掉。为了应付救护这方面的需求，丹市北区扶轮社再次主动关心，捐赠15万的相关物资予消防局。由局长代表接受。因为这一次 COVID-19 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台南北区扶轮社我们是有感受到这一次疫情的一个严峻。那我们这一次在开会的一个过程里边，我们里边的社员也就特别提出了要捐赠这个物资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动作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的疫情里边能安然度过。那这个对于我们救护车的出勤呢，跟我们的疑似的病例的接触，能够做有效的隔离，那我们回来就可以马上再更新了。所以这一批对我们整个安全很重要，尤其现在 Delta 病毒也产生了所以还有我们的相关的安南区的群聚，病毒在哪里其实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救护人员呢要更加的小心。我们非常感谢北区扶轮社适时的来给我们捐赠这一批很好的器材，谢谢。根据消防局表示，救护队的任务结束以后，会当中好使用的装备，得马上进行消毒加入拍，其他器材得比较医疗废弃物来处理掉。不管如何麻烦，得将疫情传播机会降到上低，嘛保障第一线消防救护兄弟安全。电视新闻，军事何超邦采访报道。